嗱，過去嗰幾十小時發布咗好多嘅模，除咗有 GPT 5.6之外咧，Elon Musk 旗下嘅 SpaceX AI 亦都推出咗 Grok 4.5。咁沉寂咗一輪嘅 Meta 亦都推出咗 Muse Spark 1.1。嗱，其中對我嚟講最有驚喜咧就係 Grok 4.5。你會見到咧喺一個綜合排榜上邊咧，而家佢係排第6嘅。Grok 4.5都係屬於多模態嘅模，你可以輸入文字同埋相片，價錢係同 Claude 嘅 Sonnet 差唔多。但係個性能咧係接近 Claude 嘅 Opus。Context Window 唔算好多，係50萬。跟住落嚟會俾2個任務佢測試。嗱，因為咧今日測試呢啲 AI 咧，問佢數學題、問佢 IQ 題已經冇用㗎啦。因為去到2026年係 AI Agent 嘅年，所以直接俾一啲日常嘅工作去做。嗱，其實原意咧，我係想測試埋 OpenAI 最新嘅模 GPT 5.6啦。但係當我喺 Soul Computer 去使用5.6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問題，所以暫時未試得住。咁相信係一個 bug 嚟嘅，要等 Soul Computer 去解決咗先。另外 Meta 最新嘅模型咧，暫時淨係開放俾美國嘅用戶使用，所以而家試唔到。嗱，所以今次影片咧，我主要係測試 Grok 4.5，咁同埋我都有測試 Fable 嘅。咁但係佢用 credit 嘅速度太快啦。我做咗一個 task 咧，就已經達到佢個上限，咁我要等到聽日咧，我先可以再使用。嗱，所以咧今次影片咧主要啦，變咗淨係測試 Grok 最新嘅模型。第一個任務咧就係去更新呢一個表啦。嗱，之前咧我係會揾一個 freelance 嘅同事咧幫我 keep 住去 update 呢個表嘅。嗱，今次咧我就試下叫 AI 幫 update。嗱，你會見到呢個表上邊嘅資料唔係最新啦，例如上邊仲係顯示緊 GPT 5.5啦，同埋未加入 Meta 最新嘅模型 Anthropic 嘅模型，亦都未更新嘅。嗱，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嘅提示詞啦，我就俾咗呢個 Google Sheet 嘅 link 佢啦。咁後邊當然係駁好晒 API， 然之後咧我就叫佢複製我頁，因為我驚佢整彎我，所以 copy 出嚟叫佢改安全啲啦。咁咧我就同佢講 OpenAI 嘅模型咧而家係5.6噶嘛，我就叫佢全部轉晒做5.6。咁5.6咧其實係有3個嘅模型，另外就要更新 Grok 嘅模型啦，由4.3去到最新嗰個。咁睇下佢識唔識得自己揾啦，因為最新嗰個咧應該係4.5。另外 Claude 啦，就係要佢 update 最新嗰3個模型 Fable、Open、Sonnet。另外咧要增加一行咧，就係 Meta 嘅新模型 Muse Spark 1.1喺 XAI 下。嗱，當我使用 Grok 呢個4.5嘅時候咧，我係好明顯感覺到佢嘅速度係我用過咁多模型入邊最快嗰一個嚟。佢中間總共行咗30個 step， 包括睇個 slide 啦，然之後 copy 嗰個 slide 啦，然之後上網揾相關嘅資料，同埋修改嗰個 slide 等等等，跟住睇一睇佢做出嚟嘅結果。嗱，而家呢一頁咧就係原本嘅，咁下邊呢一頁咧就係佢做出嚟嘅。嗱，而家我放大嚟睇，咁 OpenAI 我叫佢全部 update 做5.6啦，咁個資料係正確嘅。咁 Anthropic 啦，我都係叫佢 update 晒3個最新嘅模型，咁係正確啦。Fable 5、Opus 4.8同埋 Sonnet 係啱嘅。另外喺下邊要增加 XAI 嘅模 Grok 4.5啦，咁個 context window 係50萬，咁我 check 過係正確嘅。嗱，唯獨是美中不足咧，就係嗰個 table 由於增加咗文字之後咧，佢就超出咗嗰個 slide 嘅範圍。嗱，其實我唔知係可唔可以透過 API 嘅層面去微調呢一個嘅 table。咁我即管試下叫下 Grok 去修改，睇下佢改唔改到啦。喺度咧，我截圖俾佢睇，然之後咧，我發送呢張截圖咧，就同佢講：你做的 slide 資料正確，但 slide 上的 table 超出了畫面。嗱，其實我唔知道 Google Slide 嘅 API 咧係咪有得微調呢啲 table 嗰個距離。嗱，一打開佢啲程式嚟咧，似乎係有嘅，係有得控制整體個 table 高嘅。嗱，而家呢度咧，你會見到佢似乎係設定緊每一行嘅距離。嗱，佢咧就將嗰個字數變成8 point，同埋推高咗嗰個表格。咁喺度咧，我試下重新整。嗱，你會見到咧，佢確實係縮細咗個字嘅，但係其實個 table 仍然係超出咗嗰個範圍嘅。嗱，喺度咧，我發現一個小問題，就係佢呢個做出嚟嘅 table 咧，全部嘅文字下邊咧都多咗個 enter 位啊。嗱，以至到咧佢佔用嘅空間多咗。咁如果你見到我 delete 咗嗰啲 enter 位之後咧，其實嗰個 table 係壓縮咗嘅。嗱，所以 Grok 佢總算係將啲資料塞到去，但係叫佢微調嗰個 table 咧就做得麻地啦。原本呢一個 task 咧，我都係叫 Fable 去做嘅，但係做到一半咧，佢已經玩晒啲 credit 啦。咁同埋 GPT 5.6未用得啦。咁我而家試下叫 GPT 5.5會唔會做得到呢一個 task？ 而家我 copy 呢一個 prompt 開新對話。今次咧就係使用5.5，咁呢個唔係最新版本啦，但係都即管
睇下佢做唔做得到啦。嗱，喺度發生咗啲幾有趣嘅嘢，就係我叫 GPT 5.5嘅時候呢，佢發現咗第3頁已經係複製出嚟嘅，即係佢睇到之前 Grok 做出嚟嘅版本啊。嗱，所以呢，佢似乎選擇唔複製，因為佢見我已經複製咗啦嘛。嗱，佢就話咧，佢會 download 呢個 thumbnail，即係佢應該係截咗圖，然之後用視覺去判斷下呢一張 slide。嗱，我冇同佢講咧，佢自己發現到個 table 係出咗個範圍喎。然之後佢就話幫我修改，佢話呢啲超出咗我原意啊！我原意係叫佢 copy 一張新嘅 slide 嘛，咁但係發現已經 copy 咗啦，同埋佢自己發現到個 table 超出咗範圍，而家就幫我修改。嗱，喺度咧 GPT 5.5咧都花咗一段嘅時間去接近10分鐘嘅時間。咁啊期間入邊咧，我見到佢係不停咁樣去 screen cap 嗰張 slide 嘅圖，然之後 verify 一次，如果唔得嘅話咧，佢就重複咁樣做一次咯。嗱，而家咧，經過多番嘅嘗試之後，佢就話成功咗啦。咁我而家入翻去睇啦，咁就真係俾佢搞掂咗。佢嘅方法咧就係再縮細呢個字。頭先呢個字係8 point 嘅，而家咧佢就縮細到6.5，同埋咧佢冇發現到 table 入邊嗰行多咗個 enter。嗱，但係唔緊要。嗱，喺個測試入邊咧就會發現到 Grok 嗰個速度係非常之快，俾佢嘅任務咧係做到嘅。但係如果你有用開 GPT 嘅模型咧，你會發現佢有個特性就係佢做嘢比較嚴謹，同埋會不停咁樣去 verify fact check 嗰個結果。如果唔滿意或者唔合格嘅話咧，佢係會重複做。如果用人格嚟形容佢咧，佢做嘢係有啲堅持。嗱，所以咧我做一啲嘢係唔涉及寫文案，唔涉及品味，純粹係一啲 back end 嘅 workflow 嘅話咧，我係最中意使用 GPT 嘅模型嘅。嗱，跟住落嚟我測試一個有趣嘅 task， 就係整影片。嗱，呢個影片咧唔係嗰啲傳統影片生成模型，呢個影片咧係要結合上網揾資料啦，佢要寫歌詞啦、揾圖片等等嘅 step 嘅。呢個影片上邊嘅動畫咧，實際上係考佢 front end 嘅能力，因為呢個影片嘅原理咧係嗰個模型基於嗰個新聞內容去寫一個 HTML 嘅網頁出嚟，然之後再將嗰個網頁嘅元素變成動畫啦。咁當中我係有啲特定嘅要求嘅，個背景嘅紫色一定要用翻我指定嘅紫色，上邊嘅文字一定要跟翻我指定嗰個字形同埋字形嘅大細啦。下邊個字幕係要跟足個歌詞唱到嗰個位嘅時間，同埋個歌詞呢係要放喺下邊，主要嘅畫面呢放喺中間。嗱，跟住落嚟呢就比較下 Grok同埋 Fable 嘅表現。我錄影呢個測試影片嘅時候呢，其實我係先做整歌呢一個 task 先嘅，咁所以嗰陣時呢 Fable 仲有 credit，咁但係佢做完呢個 task 之後，呢啲 credit 就用晒啦。嗱，我哋而家先睇睇 Grok 嘅表現啦。咁呢個係我俾佢個 prompt 佢嘅，咁我寫咗個 skill 啦，就係我會俾一篇新聞你就基於呢篇新聞呢去揾相關嘅內容，揾相關嘅圖片，然之後咧寫一個生動有趣嘅歌詞，然之後用 Suno 去 generate 首歌啦，然之後你要設計嗰個畫面配合啲動畫，再配合歌詞，再 output 一個影片 file 上傳到去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等等嘅。咁呢首歌咧係關於近嚟推出咗好多新嘅模型啦，如 Meta 嘅 MuseSpark、Grok 4.5、GPT 5.6、Claude、Fable 等等啦，就話競爭好激烈。咁同埋咧要提及 Gemini 係唔見咗蹤影。嗱，如果用 GPT 嘅模型咧，佢好大機會咧會喺翻個歌詞度 exactly 用翻呢一句 Gemini 不見了蹤影呢句嚇，因為呢個 GPT 嘅特性嚟。咁但係其他模型係咪咁樣呢？而家就睇一睇啦。咁中間有幾個 step 咧係需要俾我 approve 嘅。咁第一個 step approve 嘅咧就係嗰個歌詞啦。嗱，你會見到 Grok 個模型咧喺個歌詞入邊咧都出現咗不見了蹤影呢句説話。嗱，當然冇話對與錯嘅。有陣時候我做一啲創作嘢咧，我反而想個模有多少少發揮嘅空間，唔好聽死我個 prompt。嗱，咁但係今次淨係第一次測試啫。咁我會再長遠去測試下 Grok 呢個模型係咪好似 GPT 咁樣好聽死我嘅 prompt 嘅要求。嗱，所以咧你會發現咧，我呢兩個 task 咧，第一個 task 係跟足指示，第二個 task 咧我係需要去有少少嘅創意空間。咁佢寫嘅歌詞出嚟都 OK 啦，中間有啲中文係怪怪的，例如 SpaceXAI 也要寫曲目，然之後 Claude Fable 站中場 Enterprise 在係少少奇怪嘅嗰個中文，然之後就基於呢個歌詞，佢就用 Suno 去 generate 咗呢首歌啦，而且咧佢係會 generate 兩首歌嘅，咁我係需要去揀一個 cold start。Cold start 係咩意思呢？即係冇乜前奏嘅音樂啊！嗱，你想象下啦，嗰條片係擺落去 Facebook 呢啲平台度噶嘛？如果你頭30秒都係個音樂嘅前奏，冇出歌詞嘅，咁啲人一下就撥走咗呢條影片啦。所以呢，我係需要去揀條影片個前奏係越短越好嘅。
咁佢呢個有聽指示啦，就揀咗個前奏比較短嗰個啦。然之後呢，佢就設計嗰個場景啦。咁佢會再俾我去睇一睇個場景係如何，我滿意啦，佢先會發布到落去我啲 Facebook 啊、IG account 度。嗱，跟住落嚟呢，就睇一睇佢做出嚟嘅影片啦。嗱，大家唔需要留意嗰首歌好唔好聽嘅，係留意佢符合我俾佢嘅要求。嗱，喺度咧見到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冇聽足我要求啦。佢呢啲設計嘅元素咧，應該係放喺嗰個畫面中間度，但係佢就擺低咗啦，就同啲字幕黐埋。咁其實我喺個 skill 入邊咧係有清楚講到呢一點，但係佢係冇跟到呢一個指示啦。同埋咧，你會見到啲中文字都係怪怪地。佢個標題咩全家一齊上，少少怪啦。同埋啲動畫唔算係好有設計嘅。嗱，當然你可以 prompt 佢，令佢設計出嚟嘅嘢更符合你嘅要求啦，咁但係咧喺呢個測試入邊咧，其實我係想摸一摸呢個模型嘅特性咯。因為如平時我用 Claude 嘅模型咧，其實我係想佢發揮多啲，但係如果用 GPT 嗰啲模型嘅時候咧，我就要俾多啲指定嘅要求佢咯。嗱，跟住落嚟咧，比較下 Claude Fable 做出嚟嘅影片。嗱，首先睇佢嗰個工作流程啦。嗱，同樣地咧，佢首先係要寫歌詞俾我去 approve 啦，然之後咧佢就要去揾一啲上網嘅資料同埋圖片，咁同埋 generate 2首歌俾我揀啦，就係個前奏要短嘅，咁呢啲 step 就全部跟足晒啦。嗱，跟住落嚟佢就要俾一個預覽畫面我睇，而家咧我就播放 Fable 做出嚟嘅影片啦。嗱，我自己就幾明顯係中意 Fable 呢一個嘅 output 多啲啦。你會見到佢跟足我嘅指示啦，啲元素唔會踩咗落下邊啲字幕度啦，同埋啲動畫咧相對嚟講係仔細少少。咁同埋你見到啲排行榜飛出嚟嘅時候，佢都會有少少動畫啦，同埋佢用咗戰國時代去比喻。咁呢個我 prompt 入邊冇提過噶嘛，即係佢用戰國時代嚟比喻咧，其實都係合適嘅。嗱，另外咧喺個 prompt 入邊咧，我提過即係呢首歌要有趣，佢自己揾咗呢篇新聞放入去嘅，就係 Facebook 嘅創辦人即係 Mark Zuckerberg 咧，其實佢過去3年咧從冇喺 Twitter 即係 X 上邊出過貼文。咁佢最近呢幾日出咗貼文咧，就係因為發布呢一個新模型咯。咁佢就自己加咗落呢首歌嘅入，咁我認為係幾唔錯嘅。不過當然 Fable 同埋 Grok 咧嗰個模型其實係唔級別嘅，因為 Fable 係屬於最頂尖最大嘅級別啦。咁 Grok 咧應該係屬於 Opus 嘅級別。嗱，喺度睇翻嗰個模型嘅價錢咧，Fable 5 100萬 token 輸入係10蚊美金，咁輸出咧係要50蚊美金嘅。而 Grok 4.5 咧100萬 token 輸入咧只需要2蚊，咁輸出咧係6蚊美金。即係話佢呢個收費仲要比 Claude 新力5平少少，但佢嘅性能咧係接近 Opus， 所以以性價比嚟講咧，其實 Grok 4.5係幾唔錯嘅。嗱，當然今日咧只係我第一日嘅試用，咁我相信未來我繼續用嘅時候咧，會更加熟悉呢個模型嘅特性，咁到時咧會再同大家去分享。嗱，如果大家都有使用 Zoom Computer 嘅話咧，都建議你去試一試。嗱，你可以去 Open Router 嗰度使用啦，而我咧自己係直接喺 X 嘅官方網站去用佢嗰個 API 嘅。你登入佢嘅平台之後，你需要去充值啦，然之後喺左手邊咧就可以攞到呢條 API key 噶。然之後你喺 Zoom Computer 設定撳去 AI 嗰度，然之後喺 Provider 嗰度咧選擇 Bring Your Own Key， 下邊咧選擇 OpenAI Style。你嗰個 Base URL 咧跟我呢個畫面嘅輸入 ，Model ID 咧亦都係跟我呢個畫面嘅輸入。咁 API key 當然係放翻你嘅 API key 就可以噶啦。
嚟緊8月咧，我會教授呢一個 CEF 資助嘅 AI 課程。嗱，CEF 咧即係持續進修基金資助。咁你讀完呢個課程之後，你可以獲得80%嘅資助啦。咁實際資助後，你需要俾嘅費用咧係3600蚊。如果想了解更多呢個課程內容細節嘅話咧，可以點擊影片下邊嘅連結進入去主辦機構嘅網站同佢哋 WhatsApp 查詢。另外喺8月1號會舉辦 Vibe Coding 實戰工作坊。咁呢個課程咧係由阿 Day 去主講。咁喺上一班嗰度咧，我哋見到好多學員咧係即場成功，不單止做咗一個工具出嚟，而且個工具咧係有 AI 功能。嗱，即係話呢個課程咧，我哋會練習去做一個 AI 嘅應用出嚟，例如做一個財務分析工具，然之後呢個工具入邊咧係再配合 AI 去做分析。喺個課程入邊咧，我哋會使用專業 developer 都會使用嘅工具，包括 GitHub、Cloudflare 等等等等。嗱，呢一個咧唔單止係一個學習工具嘅課程，而喺個過程入邊咧，你會對開發嘅概念有個更完整嘅理解。但凡參加過我哋 OMP 3小時工作坊嘅朋友咧，都可以獲得300蚊嘅優惠。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話咧，歡迎點擊影片下邊嘅連結。我哋下次影片再見。